第一题，主菜，主餐啊，要拍手对不对？ ，Lady first，好痛。你先，主菜，这太 easy 哇，这了。很难诶，这个要拍很快。好，第二题，千里江，千里望远千镜，里江，央一啊，这个没有，你太厉他刚刚有偷打 pass。 你们是头 OK， 好。再下一题好那不，要偷看你。主味，主味，主味，主委，天啊，我突然忘记了竹味是什么。你学过这句是吗？对，但我突然忘记了竹味。主味，是一种动物。猪仔吗？刚刚有那个什么炒大肠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下一题，佛小豆，我知道，好因为你是岛民，所以他知道。我都很激动。好，再一个，等内，电影椅子吗？这个完全超越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做那个板凳，制板凳。下一个，胸片，相片，你们两个好强哦。我不会。应该还担心了一下。下一个，竹虫炒姜丝，猪肠张子大我们再一题，糍粑，麻吉哦，麻薯对吧？软哦，上述吗？当然要啊。好我们来，再一好了。好，松科，上课。上课那我可以从新生训导处毕业了吗？可以了。课余小冠军，课余小冠军。欢迎收看《星空下的黑草岛屿学课语》哦。